亲爱的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去看到大家吼啊！感谢上帝，过去一礼拜带领，互咱拢真顺遂。啊，互咱会当伫今仔日吼做伙来做礼拜。不管你是怎啊是伫教会实体的礼拜，还是伫线上看直播礼拜的兄弟，互咱伫遮做伙三角来学乐敬拜上帝。咱只是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。 互阮平安过一礼拜，阮即时要开始阮的礼拜，求主你即时的圣神临教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门，伫礼拜中，甲你有美好的连结。主啊，求主你即时看顾规场礼拜的顺序，啊，也求主你纪念今仔日礼拜中服侍同工的辛劳。主，阮将这个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 即马伫台湾地区有风台，求主你即时也施了你的稳定，互台湾的百姓，互即个风台的影响甲损失会当降到上低。也求主你带领今仔日出入教会的兄弟，因路程的平安，求主你帮助阮。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 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大家掀开圣诗的第478首。478首，这是咱即个月的月圣诗吼。咱请苏金生弹一遍。 来曲，第1节。听通上帝好平人君，平之真情万分。初动人类无万罪性，救赎世界和平。空有主，不必忘本心，应听无问心灵。 将一切苦难前前，守住世界和平。好，伊中间迄拄起万份心，甲迄将一切苦难那边较紧吼，啊，大家爱念较顺的，才来唱，安尼会较会当进入状况。好，咱第1节搁一遍哦。 通上帝好平人君，天之真情万分。阻挡人类无万罪性，守护世界和平。困有主，拄起万份心，应听无怨心。
知大家会去 YouTube 面顶听圣诗无？嘿，恁若会去 YouTube 面顶听吼，伊是迄四部和声，但是下骹的声其实会甲主旋律砍过，所以咱第一段就是咱的旋律其实是听通上帝和平人群，但是听起来会变成和平诶。听通上帝和平人群，听起来会变做安尼，但是其实毋是，所以大家过来唱一遍第一节来。听通上帝和平人群，系着定志真正万分，阻挡人类不万罪应该受所世界和平。嘿对，这是伊的主旋律是生做安尼吼。好，刷落来，请大家献到圣诗的第234首。我心实在乌鲁，咱嘛是请苏金生弹一遍。咱为第一节来唱。我心实在乌鲁，因为上帝大恩，叫我生命变得白布，相信神已经第二节。上帝大慈悲，赦我拢无罪过，又到日日照顾勇气，我被得着第三节。上帝渡我罪恶，哪能离开的恨？那天你对阮恶前度，阻碍我的催生。第四节，亲像爸母疼痛，明明所死的行，上帝也听见伊的人，也过爸母第五节。难有生命那回，大风来吹就消。上帝慈爱永远袂悔，孤单是阮无样。好，这首歌有一个较特别的字，我感觉较特别啦，毋知影大家会感觉无？第三段的最后2个字。大家咱看者，的吹算吼，伊毋是推算，是吹算。我感觉我毋知影即个是啥物字啦，但是看迄拼音吼，我就特别甲挑出来，甲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甲平常会念的字无共。好，安尼咱今日练习到遮，请大家备办心，准备礼拜。
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了你至关者的名。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，夜昏时保养你的信息。得了耶和华最欢喜，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，予你。就咱大家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478首，圣诗第478首。听从上帝和平人君，听从上帝和平人君，停止战争怨恨，阻挡人类武万罪行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除去怨恨心，应听满愿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听他上帝和平人君，停止战争怨恨，阻挡人类无万罪行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除去怨恨心。应听马愿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求主带领早前作为，通过日做公义，消除一切残忍心性。想使世界和平，恳求主除去怨恨心，应听满愿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拄你我愿无所求。信守我命真道，今那求你的回应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除去怨恨心，应听马愿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。想使世界和平。请坐。这时，咱用主的祈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。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我哋初阮入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过来，咱再三甲启用。今日启用是启用文第7篇，也是诗篇19篇。启用文第7篇，也是诗篇19篇。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这日对迄日讲话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布边。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射到迄边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上主的诫命公正。上主的教示纯洁，敬畏上主就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
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。律法，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因袂故意犯罪。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。咱过来吟诗来回应上帝。我心实在俄罗圣诗234首。我心实在俄罗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性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敬尊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性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敬尊。上帝大慈悲，赦我拢无罪过，个日日照顾养亲，我必得着以后。上帝拄我罪恶，哪当你使的恨，哪天你对关好切度，慈爱学地吹声，亲像父母疼痛，人民所生的行，上帝也听敬伊的人，赢过父母的疼。咱人生命若花，大风吹来就谢。上帝慈爱永远袂毁，不等是阮模样。请坐。这是咱三家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阿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正经日，在这个丰富的日子，通过一届来组织伫你的圣殿。我们用阮的心灵，我们用阮的祈祷，我们用阮的歌声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人心惶惶、令人不安的朝代。愿感谢你，你温暖的手来看阮。对阮拄到在的困难的时，愿感谢你，你有缘将你的应允临到伫阮。当阮的心内忧愁烦恼的时，愿感谢你，你用你的话，用你的光照伫阮的心，通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安稳。嘛是开学的日期已经到，阮有侪细囝，等于到学校来继续因的求学。求主，阮也特别求你来保守因，看顾因，无论伫因的学习，无论伫因的身体，拢有主来看顾。阮也将教会逐项的智慧。事工交托伫主的手头，求你的怜悯临到阮，求你兴起阮，尤其伫这个疫情的期间，互阮通赢过这个病毒的捆绑。主，阮也特别要为着今日的聚会，献上阮的祈祷。
无论透过直播，也是教会现场，主凡是奉你的名组织的，愿在你要听阮的祈求。阮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想赐阮平安。阿门。圣经，咱来看今日圣经记载伫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。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。智慧伫街路大声叫，伫开阔的所在出伊的声。伫老宅的街头大声叫，伫城门口，伫城内讲出伊的话，讲戆直人爱戆直，武万人爱武万，愚戆人怨恨智慧，要甲什么事啊？我责备恁，恁着活转看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恁，用我的话指示恁，因为我捌叫。恁毋听，我捌伸手，无人治伊。恁反转看见我一切的劝诫，毋肯受我的责备。所以，恁拄着患难，我要青笑；恁拄着惊吓，我要人言。恁的惊吓，亲像狂风吹来；恁的知会，亲像光烈风扫来。患难痛苦临到恁的身上，迄时因要救我，我毋听，切切找我，找袂着，因为因怨恨智慧，无欢喜敬畏耶和华，毋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的责备，所以因要食家己行所做的果子，要互因得到所计无到巴野。戆直人的背谬，要互因治到死；愚戆人安逸，要互伊治到灭无。独独听叹我的，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静，无惊拄着灾厄。献诗，这是请圣乐队来献诗，因为今日诗是我要献快乐的感谢。
讲到咱请本堂科牧师，伊的题目是指引，指引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的生活中，真多代志，拢需要有指引。那呢，到底咱的生活中，这个指引会当帮助咱行往倒一个方向呢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将家己放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阮头前的路，因为阮有时会失袂去，阮有时毋知阮伫叨落。愿主你的话语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遵探着你的命令，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。这时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领受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甲快乐。互阮伫分享的中间，看到上帝你亲身的作为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伫现在的生活中，多代志，拢需要有一本手册，也是说明书。我想咱大家拢有这个经验，你去买一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包装伫一个真水的盒仔内底，除了你买迄个产品以外，拢有使用手册、使用的手册，也是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要帮助咱去了解这个产品是安怎来使用的。所以咱想一下，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买侪物件，特别伫电子的产品的方面，拢来帮助咱要安怎来操作，要安怎来了解这个按键是啥物款的功能，互咱会当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阵，将伊的功能发挥到上大。对去年开始到今仔日，因为病毒的关系，互咱的大家生活受到真侪影响。疫情一波一波咧出现，咱百姓对早开始的时，咱真惊吓。不过因为咱有防疫中心甲咱做的即个疫情的指引。互咱会当照着伊的方式去做，咱会记得伊讲的指引是啥物袂？大喙暗，然后咧，定定洗手，保持社交的距离。咱遵守这三个，互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得到保障。所以咱对这个世界来看的时阵，咱的生活比伫即个世界搁较侪国家地区搁较安全。那呢，伫信仰顶面呢，信仰顶面咱会当去遵守的即个说明书是啥物呢？有人讲是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圣经会当帮助咱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来遵探着上帝的命令。互咱会当找到咱每一个人人生的方向。其实安尼讲是对的，也毋过佫有留啊一寡真模糊的空间伫的。因为圣经内面咧讲的代志实在真多，敢若无法度伫咱的一生中间去甲做甲到。那呢，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其实咱咧面对侪的状况。咱爱去面对，咱爱去处理，所以咱要用什么款的标准、什么款的方式，咱咧做，咱咧行，才会当符合着上帝的心意呢？今仔日咱所读的箴言，有人讲箴言是规一本将咱生活中的道德，也是讲咱宗教教导的一本册。伊内面所讲的内容，甲咱的生活有关系，会当成做咱伫一般的事物顶面，也是咱所行的代志顶面的一个准则伫的。
真然嘛是有人讲，伊是真古早希伯来遐的神拜，因所累积的是我生活的智慧。总是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呢？智慧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，智慧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无法度理解的一个谜。这个谜是咱人不断在敲找伊的。我想咱的一生拢在敲找智慧。有时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会听到人咧做代志，也是听到人讲的话，咱都会对你心内讲一句：哇，伊足有智慧的呢。那咧到底什么是智慧呢？对创世纪开始，智慧这两字就出现伫每一卷书内面，最少拢有。咱若对创世纪内面看到，当夏娃看到树顶面的迄个果子了，伊看迄个果子，佫好食，佫好看，伊知影食即个果子了，会互人有智慧。不过，夏娃所认为的智慧，是要讲，互人会当分别、明白即个能力的一个智慧，会当互人会当去分别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的一个智慧。伫规本圣经中，智慧这个字常常出现。不过，咱中文翻译的这个智慧，伫原文内底有无共款的意思。有的是代表人有这个能力，会当去分别上帝的心意；有的意思是讲，这是上帝所予人的这个知识；也有的意思，单纯就是智慧。不过，这个智慧是上帝予人的，毋是咱人去努力的。这个智慧是上帝予咱每一个人，咱就拍开咱的心去接受的。也是讲，这个智慧是一个真自然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是一个真超然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咱人甲上帝亲近了后，咱去领受的。这个智慧是对上帝遐来的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想要得到这个智慧，要得到这个智慧，咱每一个人要知的这个原因无共款。咱对箴言第1章内面来看，箴言第1章讲，这个箴言会当互你去明白智慧，互你会当明白这个教导。会当明白箴言内面这个言语，伊背后之深奥的意义伫的。所以，若对箴言第1章开始安尼讲的时，咱会当知影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假释。这个智慧甲假释，咱看到箴言的第1章讲，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也就是讲。所罗门王，伊是上帝予伊的智慧。咱透过伊的经验，透过所罗门王伊记录落来，互咱现代的人会当留啊去看到上帝所赏赐的智慧是什么款的模样。真然，要教导咱每一个人，爱过着一个真明智的生活。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做一个诚实、公正、正直的人，互咱会当过了更较好。互少年人伊个做代志的方法，会当有一个准则伫。不过这一切，敢若拢爱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，才有法度得到上帝予你的智慧。箴言内面讲。敬畏耶和华上帝是智慧的开始。这句话伫箴言内面出现几多解，来表明着人伫敬畏上帝了后，才有法度摕到
进入到智慧这个大门的锁匙，才有法度去拍开智慧这个仓库，去学习上帝所赏赐的智慧。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，真然的作者将智慧做一个敢若人共款的方式。这毋是一个真抽象的概念，也是讲伊一个文学的手法。伊是要将这个智慧真具体生活伫咱的中间。要甲咱讲的是，这个智慧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圣经的文学内面，伊若无将这个道理伫咱的日常生活中显明出来时，咱无法度讲咱知影圣经咧讲啥物。所以，人捌智慧，咱会当讲伊是一步一步累积起来，会当讲伊是对咱的知识内面一层一层踏起嚟，对咱的经验内面咱去领受到的。每一个人领受了后，你所展现出来，互人看到会无共款。所以咱会讲，这个人伊讲话足有智慧的，因为可能咱甲伊所了解的无共款。那安尼来看，智慧包括了知识，包括了你的想象，包括了你的迄个纪律伫的。嘛，包括你对上帝敬虔，包括着你尊崇着这大自然、上帝创造的次数，包括着咱每一个人领受上帝教示，咱去遵守的，互咱人对这几个面向，咱会当去真正明白上帝的本质。我想，这就是对智慧咱的一点仔初步的了解。最近教会边仔有3个工地咧进行，有倒3个，恁知无？咱这边一个，木沙路顶面一个，还佫一个咧，捷运3个。所以呢，有时你时啊呢，我伫教会就听着嗡嗡嗡嗡的声。3个工地咧进行，拢咧起厝，拢咧起厝。每一天，我若对4楼位边仔看咱隔壁即个工地，就看到因为挖地机一直挖落，一直挖落，哪挖哪清。伊迄个钢架就打，一直打到下骹去。昨昨日咧看的时阵，看到伊上下骹咧拔钢筋，可能要拍地基啊。照着设计师的流程。一步一步咧做，伫咱的生活中是毋是嘛是安尼？伫咱的生活中，咱嘛是一步一步咧做。对咱的信仰的建造，咱对认捌上帝开始，咱对认捌耶稣开始，然后咱相信了上帝的关灵，上帝的听，咱通过读圣经。咱去明白着上帝的心意，咱就记牢上帝甲咱讲的这个教示，然后咱将家己交托出去，互上帝来带咱。咱照着祈祷，咱甲上帝对话。祈祷毋是干那咱甲上帝讲尔，上帝嘛会甲咱讲话。然后咱就领受着上帝的启示，安尼敢有够？一步一步行的过程中间，还佫一个真重要的事，透过伫咱生活中，咱每一个时刻要实践咱信仰的教导，咱遵探上帝的旨意。那呢，咱就一步一步照着上帝的心意，咱的信仰建造起来啊！伫这整个过程中间，毋是咱家己去想。毋是讲我想要安怎，我就做啥物。我今仔日想要读圣经，我无要祈祷；我今仔敢若想要祈祷，我无要读圣经。那呢，你就无法度真照全照着上帝计划
来互上帝建造。上帝互咱有时的话语，毋是对圣经来，会为别项的管道，互咱明白了解。当咱咧决定代志的时阵，上帝会，你若来亲近上帝时，上帝会对你讲话。所以，咱若照着这个次序来行的时阵，咱的信仰，这个外表看起来敢若真光鲜亮丽，咱的内面无坚固，敢若欠东欠西，无法度接受上帝的检验。阮后生真爱算即个乐高积木。恁知影乐高积木一拍开一个鸭是线的，然后你要照着伊的说明书，一个一个来倒。倒了后，才我都成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成品伫个。不过，若有时咱无照着即个图片说明书去做时阵，你若照着你家己的意思我来倒。其中若有一块也是两块，迄个积木无倒起去，你着爱安怎？爱甲拆开、拆线。总是拆开、拆线了后，咱有可能无法度照着原本的方式，佮甲组转来。咱着爱去分，即块积木是伫第几啊？即块积木是第几个步骤？咱需要去分别即个积木伫建造顶面的次序。伫咱的信仰顶面，有时嘛会安尼。咱无要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却是咱要得到迄个属灵的氧气。有时咱无想要去认捌上帝，咱却要得到上帝来的智慧。这个时刻，咱就需要打掉重练。咱需要搁一摆，互上帝破碎。破碎了后，咱爱有正确的态度、合宜的行为。咱爱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，搁一摆定心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过好。今仔的经文，伊咧讲智慧，亲像是城市内面咧喊话的人。伊讲智慧。亲像是伫街头大声咧嗷叫的人，伊讲智慧亲像咧宽阔的所在，咧提出伊的呼吁的人。这毋是伫街仔头咧卖物件，毋是伫路边所采的牌仔甲广告。实际上，智慧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真容易。就会当得到伊。古早的时代伫旧约，因为社交的生活是伫城的门骹口，因为伫城的门骹口是全城的长老伫遐咧讨论计划，以及咧行上帝公义，咧思考对全城的人有利的即个福利的所在。比如讲，伫路德记，波阿斯伫城的门口赎回伊的产业，接纳路德成做伊的太太。伫阿摩司书内面，正百姓、正领袖因无伫城门口行公义的事，就互因劝戒。所以，咱伫遮所看到的智慧是伫城的大门口，伫遐咧喊话。也就是讲，真诶，作者咧甲咱说明的是，智慧伫咱的生活的内面，伊是一个真勇敢、热情，伊有真重要的代志咧甲咱讲。伊咧调换咱每一个人来听伊讲话。智慧上时，伊咧讲的迄个时间，伊嘛咧责备遐无听伊话的人。伊嘛咧责备遐看轻伊的人，所以智慧要甲咱讲的是，听伊的话的人有安全甲安稳的一个生活。咱想象一下，
智慧伫遐咧叫，人无要听，咱无要听，上帝就袂插咱每一个人。这个情景是毋是伫规本圣经内面足熟的？以色列百姓定定咧做遮个代志，比如讲，摩西警告埃及法老王，无先知咧警告以色列人，耶稣咧教示遮个百姓，保罗咧劝诫逐所在的信徒。我想，若放弃智慧所发出的信息，对着家己的意思去行的人，箴言内面甲咱讲，迄个结果就是灭亡。咱若听趁上帝话，听趁智慧对咱所发出的信息，迄个结果是充满着毋望。不过咱人定定放松，也是讲咱感觉安尼就好，咱就袂去听智慧对咱所发出的这警告。箴言要甲咱讲的是，智慧伊是一个伫公开的所在，咱就会当找到伊的。伊毋是一个真稳白的知识，伊无遐好了解，伊嘛毋是一个个人宗教的观念。因为智慧是一个公开的场所，咱就会当找到伊，咱就会当听到伊所发出的声。伫咱人所过的生活内面，咱的每一天，伫咱人甲人咧建立关系的中间，伫咱咧学习迄个上帝互咱的遮个稳定的能力的时，也是咱咧维持咱的健康，也是讲咱咧对抗即个死亡的中间。伫咱平常时的日常的生活中，咱拢会当听到上帝的智慧。不过，当咱无要听的时阵，咱若选择迄个愚妄的人，咱若拒绝上帝，上帝就袂插咱，结局就是落入迄个死亡内面。咱若决定要照着智慧甲咱讲的道路，就是伫咱日常的生活中，咱的每一个选择，咱去考虑到迄个优先的次序甲人生方向。上帝互咱的这个准则了后，咱爱做代志就是交托伫上帝的手内面。这时，智慧就会提供咱对上帝遐来的知识甲规律，所以，互咱会当遵探着上帝为咱备办的路。伫咱信仰的过程，伫咱互上帝建造的这个过程，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这种状况，对无要听到听，对无愿意做到我尽力去做。智慧伫过去对每一个人所讲的话，直到今仔日，智慧犹原无停止对咱每一个人咧讲上帝的话。伊所讲的内容，伫每一个时代拢是共款的。伊呼吁咱，伊咧劝告咱，拢是共款的。所以，咱现代人有时咱会讲，我要真紧，我要得到伊；真紧，我要得到什么款的物，拢爱真紧，拢爱真紧。伫这个真紧的中间，咱真容易去袂记得，迄个智慧的源头是上帝，迄个智慧的开始是对上帝遐来的。伫咱的礼拜内面，是咧互咱每一个人透过礼拜的定数，指咱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方法之一。咱通过礼拜，咱来到上帝面前。咱通过礼拜，咱甲伊亲近；咱通过礼拜，咱知影上帝创造生命，咱知影上帝咧维护咱每一个人，咱知影上帝救赎伊所意爱的人。
所以伫咱诶教会礼拜听书内面，每一个段落拢有伊诶神学诶意义伫咧。透过礼拜引出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安尼来学习上帝，互咱伫礼拜中间来查验家己。伫礼拜中间，咱会当看到家己过去的遐个罪行，然后咱来认罪悔改，咱求上帝话语来光照咱每一个人，咱求上帝，互咱会当甲伊恢复迄个关系。伫礼拜的上尾，咱领受上帝命令，咱来出去行上帝听甲公义伫咧。读经、祈祷是咱个人甲上帝关系的一个展现。每一天的灵修是咧累积咱信仰的基础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上帝所赏赐咱的智慧，是要带咱每一个人行往迄个真理的一个准则。听甲毋听的决定权伫你。做甲毋做，在伫你愿意也是无愿意，结局是无共款的，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对咱信仰的建造，犹原是无共的。那呢，各位兄弟，你的决定是甚么呢？你要选择做也是毋做，听也是毋听呢？我咧想隔壁的工地，伊一定是照着设计师伊的设计，照着设计师伊所规划的程序，照着迄个计划一步一步去做。为种地开始挖，开始起，拔钢筋，将每一个程序。拢是咧建造一个稳固的地基，然后为顶面起大楼。那呢，互咱每一个人的信仰，哪亲像建筑师共款，咧建筑即个大楼。咱照着上帝的指引，咱照着智慧咧带咱的，互咱建造咱信仰的根基，来稳固咱的信仰。咱的生活中，侪物件，拢有说明书，拢有使用手册，要协助咱对开始的时阵，会当真容易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操作。伫疫情的中间，这个指引是要帮助保护咱每一个人，减少咱人伫社会中生活者的冲击，拄起病毒的威胁。伫信仰的内面。智慧所予咱的指引，拢是要带咱往救恩的恩典的内面，要予咱得到救赎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有分条甲火条；伫拜祀的时阵，伫教会4楼，我往正大迄个方向翕到即张相。看到即张相的时阵，我想这是上帝的分条，有成无？伫咱的想象内底。然后过无偌久哦，日头落山的时阵变安尼，我想这是上帝的火条。上帝显明伊的分条甲火条，哪亲像咧带以色列百姓行伫旷野内面，伊毋是伫旷野内面尔，要是带因行往伊恩典的道路顶面。要带因行入去上帝为因备办的土地内面，上帝分条、火条咧带咱，伊指引咱要行的方向。独独听探我，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静，无惊拄着灾害。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上帝应允。会当互因咧面对灾祸的时，犹原有上帝正做因的倚靠。伫风雨的中间，犹原有平静安稳伫咧。
这个应允嘛是对咱每一个人的应允。当咱愿意将家己交予上帝时，咱会当享受甲上帝同在的喜乐伫咧。咱愿意互上帝来带咱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知阮是软弱不足的，阮知阮需要有你的说明书，有需要你的使用手册，来带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顶面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听，互阮做，互阮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享受有迄个平安甲喜乐伫咧。愿主看顾阮众兄弟，互阮的性命每一天拢得到你的保护看顾，互阮每一天拢来倚靠你，牵条着你的应允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过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84首，圣诗184首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，互我见我卑微小可的人，互我家己困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会得伊保守，会保守。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听痛太话也大，欢喜喜乐互我，见我卑微小可的人。互我交伊君话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日日。耶稣恩典太话也亲充满。伫我心内，因为对神圣经福音，心会平安自在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日日。感动太话也看，互我千载过时，承受福音甘快乐感觉，生命完成正直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。所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日日，白行诚心三位一体，一生一关一大，尊贵永恒永远无替，恶路伊命无煞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。若亲心倚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日日。请坐，这是咱的奉献。
当咱经历甲算效上帝的恩典时，咱也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咱用心来有备奉献。咱期待伫这个疫情真严峻的时期，咱的敬拜、咱的生命成长，拢袂会间断。请咱起立，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咱报告的大声，先来看今日的金句，请咱来做伙来念两遍。独独听叹我的，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静，无惊拄着灾害。今年1章33节，独独听叹我的。要安然徛起，要享受安静，无惊拄着灾害。箴言1章33节。咱掀开咱的周报。后礼拜的圣港分摊领唱赵一乐、苏礼林中豪执事、苏宪、吴恩婷兄弟姊妹。献诗献歌队苏宪、李尔博、曹明祥执事，交代曹明祥、陈英武、张浩东、音控赵明雄、周鸿邦、讲稿是柯博士。来周的聚会，拜三的祈祷会是主理是黄传道。诗会是张义如执事，其他咱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，有实体，嘛有线顶的。后礼拜日的主理是柯牧师，伊的题目是求主帮赞，请大家注意。咱过来看到第6页，教会报告、消息报告。今日是新德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本主日是新德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请兄弟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、代祷甲奉献。第二，礼拜堂防疫人流的管制，得咱讲几啊届原则上是咱莫超过迄个人数，即摆2楼礼拜堂是已经到80人，会使放宽到80人。第三，野外礼拜退费，这个请找文宏长老来继续来处理，因为大部分人拢退了。第四，私立训练的延期通知，本来本主日礼拜后要有私立的这个训练会，因为风台，所以咱延期到后礼拜的主日来召开。
中执会嘛共款，所以伫后礼拜即个事例训练了后，再来召开中执会。第六，宪纲事项表，请各团契来交交第4季的自会表，互干事来整理，依入即个咱宪纲的事项的安排。请伫9月15以前来交交。第7，基要真理课程，本会伫10月初3要举行圣礼典，也要洗礼，欢迎要受洗的兄弟来报名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。这预定要伫9月26日，就是礼拜日下晡7点到5点，由柯博士来主讲。第8，奖学金申请，欢迎成绩这个符合标准的申请者，就是国中80分，高中职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，来申请教会奖学金。交的期限是到10月初3。成绩单的正本甲申请表交予这个行政干事。第9，圣诞筹备会定伫9月18拜六，是过来这个拜六下晡7点，要伫线顶召开圣诞的筹备会，请有关的中级同工来参与。第10，礼拜组的开会通知定伫9月18下晡2点。就是伫这个圣诞筹备会结束了后，继续召开这个礼拜组的线顶的会议，请相关的这个中级来参与。具体交通，请大家来甲教界消息，请大家来家己看130周年就是家庭介会友的家庭介绍其实恁着翕一张相，甲名写起嚟就会使交交所以目前交的家庭是还无济啦130年后摆要做是105年才要做啦所以相片，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代志。好，安尼今日到先来，无事无什么。好，咱来念话变的诗。何乐天父万福本愿圣诗399首，390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何乐天父万福本愿，欢迎结果因爱交增。何乐耶稣受我罪冤。做我中保，将你万宽，何乐诚心感化罪人，受死灵灵，有罪日清。何乐谦卑圣家圣，三位一体，一生一世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